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1月11号，叫做甲子日。10天干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甲子日，许愿，健康平安，福慧圆融，吉祥，大物宏展。种蔬菜，种水果，整理田地，能够顺利成功。大陆武汉附近，你看，温度就这么低。美国，美国这么冷啊，这么冷不适合外出啊。零下了，你看，这么冷了。零下1度、0度，你看，中国大陆长江流域武汉地区附近，你看，有湖北东禅市，湖北东禅市附近，你看黄陂、黄梅附近的黄陂、黄陂啊，叫做陂啊，黄陂，到底算武汉地区的还是算武汉附近啊？你看那温度这么低啊，很冷呢。大红鲤就是新颖了。武汉呢？武汉市黄陂区呢？你看，黄陂也是属于武汉市的了。武汉的黄陂区，在黄梅西边呢。湖北黄梅东禅市啊，唐朝禅宗无祖黄梅祖师，六祖慧能大师。黄梅在东，黄陂在西。黄陂是属于武汉的，你看，武汉、武昌、汉口、汉阳。好像汉口、汉阳在长江北岸，武昌在长江南岸嘛，是这样吗？你看温度都很低耶，低温0度，零下1度。黄陂区属于武汉市的，你看，低温都零下1度、0度，高温大部分都是个位数呢。